这是公视第一台，刷落来请收看咱的新闻。观众朋友你好，我是吴国正，欢迎收看今日8月23公视第一台下晡新闻。咱赶紧来关心上要紧的几项新闻事件。咱看到讲下晡2点半，气象局发布白鹿陆上风台警报，7级的暴风圈明早起就会影响台湾东南部和恒春半岛。郭台铭、郭文哲和王金平早起3个人公开握手。郭台铭讲，伊捍卫国家自由民主的决心永远无改变。今仔日台北地检署以贪污治罪条例、税关稽征法这几条罪，起诉国安局的小校吴宗宪、张宪甲这人员，拢总13名。今仔日是24节气的处暑，人讲处暑会拍死鸟鼠，处暑过来这个节气就是白露，不过白露还未到，白露大先来。气象局下晡2点半发布白鹿风台陆上警报，警戒范围包含台东、屏东这2个县市。7级的暴风圈按算伫咧明仔早起，就会影响台湾的东南部和恒春半岛。白鹿风台早起伫台北东南风超900公里的海面上，用每点钟24公里的速度继续向西北来行。气象局伫透早5点30分发布海上风台警报，提醒伫咧东南部海面的人士，列岛巴士海峡甲台湾海峡南部航行的船只，要加强戒备。风台强度还有变强的趋势。主要影响它的仍然是北方太平洋高压，会控制它的方向啊，所以我们预估它仍然是以西北的方向接近。明天随着台风靠近，明天是影响最明显的时候，各地都会有下雨的现象，尤其整个东半部地区和南部地区会有大雨或局部性的豪雨。8月下晡，南部、东南部受到外围环流的影响，天气开始无稳定。8日风台影响上大，东南部甲南部落雨有机会达到大水河的层级，好加在风台卡路速度紧。预计8日下晡各地天气得豆豆恢复。那礼拜天的这个地方也可以看到降雨范围还增加了，我们的中南部地区，尤其是在可能嘉义、云林、嘉义以南的地方，可能也会有相当明显的雨势。要到礼拜天下半天呢，我们台湾才可能完全逐渐脱离它的整个台风的这个云系的影响。专家分析，白鹿风台接近台湾的时阵，因为地形的影响，卡路还有调整的空间。照目前预测的资料，暴风圈可能会包括花东高平、其他地区卖落雨，提醒民众做风台准备。记者综合报道。咱来看台东参绿岛，阁有台东参南树中间的交通船，自下晡到后日，船帮拢交停。是透早尔，头尾就有14帮船过去绿岛南树咧载人客返来台东。海巡署的人员今日嘛加强伫咧各海岸边巡逻，要将这伫咧海埔咧钓鱼、畅水的民众赶紧劝互走。南部地区早起阁是出大日头的好天气，不过海边已经会当感受到风力豆豆增加。花莲七星潭热门的观光景点嘛是为咗游客来耍水，花顺队加强管理。因为白鹿风台挖进东部海峡，离岛的客轮今仔日下晡开始到25停驶。客轮业者今仔日早起总共加开14帮船，来回离岛甲南屿，按算所运2000多名游客返去台东。真侪游客资本坐下晡回程的船帮嘛被迫提早返去台东。离岛的食食嘛利用早起加开的船帮赶紧运送。浪还好，原本要去的地方就没去。预计今天会有7个航班前往绿岛，那也有7个航班从绿岛会回来，预计输运人数大概可以在2000人左右。这个白鹿风台有可能是这2档头一届会来台东的风台，虽然是轻度风台的等级，但是渔民嘛是唔敢伤放心，早起就来到码头将渔船拔过条。哎呀，嘛是爱拔啊，无拔嘛袂使啊。即马当是台东大目石溪大出的季节，但是风台要来，农民烦恼讲，佫挂伫咧果子树的石溪会互强风扫落来，早起就紧去果子园防范风台。那落雨就算是啦，莫讲风台啦。因为白鹿风台的路径有可能偏南，陆军台东地区指挥部已经调派40台各种军用车辆和216名兵力进驻台北地区。目前离岛地区的风力正在增强当中，呼吁民众要做好防范风台的准备。记者综合报道。咱来看云林西螺果菜市场菜市供给量，因为顶日雨水日连绵，真侪规叶的菜拢有去算着。
农民再来交的有影是减袂少。过来白鹿的风台又搁要到位，种种的原因致使菜价波动。今日1公斤平均测40块半，比较顶礼拜中原的菜价1公斤才30，是起3成外咧。早起的时阵，混入的农民无闲伫采收白菜，准备要送去果菜市场来卖。啊，毋过受到前一波落雨的影响，造成真侪叶菜类浸水烂去的状况真严重。用白菜来讲，顶礼拜西丽产地部分每公斤差不多是20块。啊，毋过即马因为菜量真少，目前白菜1公斤是起到60块以上，总共起超过3倍。卖白菜足贵的啦，拢烂了拢无菜啦。安怎讲？啊，都拢烂去啊，落雨落济拢害晓呀。是啊，迄个水啊，你要来嘛无法度，这个无法度的，一定会倒的。西丽果菜市场表示，因为受到菜烂去的状况真严重，造成供应量减少。8月2日，西丽果菜市场总交易量650吨，比1礼拜前一天减买150吨，佮加上白鹿风台直直要来呀，菜的需求量增加，和目前平均的菜价起到每公斤要40.5块。目前昨天的平均价40.5嘛。整个行情的话，你现在目前的交易行情跟中元节之前的比较的话，我们到目前的话，应该是上涨了有3成左右。市场的菜市交易量规个已经减买2成，预计风台要来的心理因素，还有特别开学啊买菜市的人增加等等，造成这届的菜价继续来起。预计这波起价会维持10天，等待福建的菜市就市了后，菜价才会恢复。记者综合报道。咱来讲，蔡英文总统今日去到金门参加823炮战发生61年的纪念，嘛去撞到前总统马英九，两个人都握手烧照门，是讲马英九呼吁蔡总统爱接受9二共识，嘛较紧恢复甲中国交流。蔡总统是讲，伊自来都拢无摆脱要参中国直接这件代志，是讲中国国台办因为不满美国未见到机互咱，所以来批评民进党讲无廉无体。蔡总统嘛讲，那即句中国是有较实言。专工路车拍招呼，总统蔡英文伫咧金门拄好撞到带学生来参访的前总统马英九，前后任总统见面，气氛真好，佮握手开讲。两个人拢是为着要纪念823炮战61周年来到金门。蔡总统嘛甲勇敢殉国的将士念香献花，表达哀悼，强调若是无当年的奋战，就无今仔日自由民主的中华民国台湾。即马一定爱保卫咱的主权。当我们纪念823的时候，我们不要忘记823的精神，那我们要守护中华民国台湾，我们一步都不会退让。若是针对前总统马英九呼吁执政党赶紧接受9二共识，恢复两岸交流，蔡英文嘛回应讲，资本都无摆脱和中国相交叉，但是面临中国要将一国两制硬加伫咧台湾的身上，都必须爱将咱的意志硬结起来。我们从来没有排斥跟中国所谓的打交道了哈。那我们也很愿意跟中国坐下来谈哈，不过我们现在面临的一个新的情势是，中国要把1国2制强加在台湾的身上哈，那我们就必须将台湾人的意志凝结起来哈，那我们也必须有足够的国防来强化我们的信心，确保这个台海的和平。蔡英文强调，和平需要国防，因为最近美国批准备给台湾 F-12V 战机，所以引起中国强烈的不满。国台办甚至讲批评民进党无廉体，伊嘛认为这是中国失言，加强自我防御的能力是真正常的代志，期待中国会当做一个好厝边。记者综合报道。咱来看郭台铭、郭文哲甲王金平，今日总也是共台露面咯。三个人嘛有公开握手，有人咧分析讲，这就是因咧角度已经是有谱。真久毋捌接受访问的郭台铭，互媒体服调调，用要行袂开骹。到落尾，敢若讲捍卫中华民国自由民主的决心永远无改变。这敢代表伊回头大声要选总统呢？咱来看卖。好，各位媒体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的会议要现场进行。纪念823炮战的音乐会，郭国王做伙合台，引起媒体一直热想要翕画面。郭王两个人穿蓝色的西装，配郭文哲白色的写字，表达南北合作的意思真重。这位安排郭台铭是坐伫中央，郭王伫两边。毋过真碍叫的是，正后壁的国民党台北市议员吴世正手提诚信纸上拒绝郭文哲的牌，来甲郭党发声。
落尾3个人伫台顶做伙翕相，阁有台湾国的成员手提政治小衫、公白菜市场的标语来闹场，落尾去互随护人员当场甲拆开。感谢2位特别来宾这个郭台铭董事长跟王金平院长前来共襄盛举让这个会议更有意义。感谢过往2个人来，3个人阁随去战机头前翕相。头起先挂物地徛伫中央，落尾阁改做郭台铭徛伫中央的主位。3个人对媒体镜头分别比赞的手势，还阁有行礼动作。落尾3个人手搭手，三双手压做伙，那就是你讲过歌王革命就得要成啊。结束翕相了后，媒体甲郭台铭包掉咧，边仔阁有喊袂大声话讲韩国瑜，毋过嘛有人话讲过党加油。现场真侪人齐做伙，郭台铭伫上台进前总算开嘴讲话。谢谢台北市董事长的邀请，参加823这个61周年的纪念活动。我郭台铭在此宣誓，捍卫中华民国自由民主的决心永不改变。好，谢谢大家。郭歌王伫公开活动做伙讲台，媒体关心，敢是嘛代表2020三个人革命的局已经定啊？大家都能够各发挥所长，这其实这一股力量也可以有台湾第3条路可以走。在这个前提下，大家能够一起携手，那基本上呢，对于这个结盟这2个字眼来讲，其实都是多余的。未来会不会再继续来谈政治，找个机会再合体？以后看看1年怎么样再说嘛。我一直强调，一切还是随着1年走。传讲郭台铭要伫9月初3宣布参选，蔡心如表示这是过度的联想，佮传出讲郭台铭要向国民党报备参选，甲韩国瑜做伙留伫国民党参选2020，交互选民自由选择。毋过蔡心如强调讲这是国民党的党务，郭台铭无主控权。记者综合报道。确实，早起嘛有媒体咧问起国民党现时总统的提名人高雄市长韩国瑜、郭歌王3个人会面的代志，伊敢若再三细谢，拢无阁加讲半声。毋过伊提起蔡英文总统咧讲，若是有人要批评震荡国家机器，安尼就要有信凭才通讲。韩国瑜是讲，伊要掠蔡英文总统2012年捌讲过的话来甲伊堵翻头。2012年左右吧，这个时间点，他对当时的总统马英九总统所提出来国家机器有没有滥用的问题，蔡英文总统当初是怎么提的？然后他提出来的解方跟妙方是什么？请蔡英文总统自己去回忆一下。他要求当时执政的马英九总统有没有随便使用、滥用国家机器，有没有责任跟义务出来说明？这是蔡英文总统所提出的问题。所以我同样以子之矛攻子之盾，请问蔡英文总统，你还记得你曾经说的话吗？韩国瑜讲，蔡英文总统就回想一个家己捌讲过的话，就会知影伊要安怎甲应。另外人嘛问起郭歌王早起会面，阁有消息讲郭台铭的报备参选总统这个代志，韩国瑜拢无加应声。面仔后日资本伊是有拼国政、拼选举的行程。韩国瑜嘛讲，因为风台地方灾害优先，伊拍算是会留点伫咧高雄。昨韩国瑜嘛含顾问团伫咧 Facebook 开直播，说明伊用电的政策。佮讲若条件会合，伊会推动福陵第4厂重新再运转。环保团体今日就批评讲，韩国瑜因的主张内容是真歹，又佮无底无实。尤其讲到福陵第4厂过去歪高的空头，要讲是下了袂尽。韩国瑜煞学了讲，这台是新车，实在明明都东港啊车较有影啦。核四是无法安全的，拼装车的核四商转，台湾一定发生核灾。环保团体这段话直接针对高雄市长韩国瑜，就是不满参加顾问团体伫人面前开直播来讲能源政策，话声讲爱有条件的中科核数，和环保团体真不满，批评韩电影的能源政策轻邦邦，阁无内在，尤其核数起要20档还未起好，一直有备案。所以韩国瑜形容讲是一台新车，和环保团体口说讲是密密麻麻的倒装车。原能会的报告里面，甚至法院的判决里面都可以看到，核四它过去有大量的违法变更设计1000多项被原能会开罚，而且它有许多不按图施工的一个状况。这样的状况自己随便乱拼，然后不照着图来做，它的安全性事实上是让人没有办法相信的。将行政院长周善政捌伫任内提出要甲高阶核废料送去国外做最后的处理。环保团体回应讲，其实干内当开成百亿，也是清液做个处理。毋过村内高阶核废料嘛是爱送倒来台湾，共款嘛是爱去万年的最终处理场。环保团体表示，韩电就是用错误的认知恶意来甲社会大众误导，把核废料送出去
最终处理之后，我们就没有核废料的问题了。这是完全恶意的扭曲跟不负责任的说法。若是韩国内顾问团体表示，再生能源还未发展好，上无爱等到2025年才会当做地来发展。环保团体表示，照外国的介绍来看，再生能源的介绍已经比燃煤、燃气还佫较低，而且佫一直强调讲含电用污点的力量，还佫有核废料认知咧甲大众误导，是无法度互人接受的。记者综合报道。伫咧公元2000年开幕，真出名的连锁咖啡店金矿咖啡，昨爆出讲，因要裁员224个员工。拍算差不多就是公司内底8成人，遣散生效日子是今年10月20。金矿咖啡到单拢无回应。台南市的劳工局表示讲会派员去到公司的总部了解，未来嘛会辅导金矿咖啡来甲员工进行劳资的协商。伫台南中华东路金矿咖啡门市，门顶悬搭内部整修无营业，北门路门市嘛无开，永华门市是已经换头家。22传出全台湾的金矿咖啡要裁员224个员工，北中南拢有。台南市政府透早嘛派人去总部了解，证实会裁200多个人。我的一个人数有224人，台南地区这边50几位劳工，对，应该是经营上可能业务上经营的不堪亏损，但是事实上公司这边也提到说，他们有关。依法定程序，劳工应该的预告工资、资遣费，他全部都会依法定程序的来处理。台南市劳工局表示，22下晡捌打电话去金矿台南总部，但是拢无人接。到昨为止，劳工局嘛无受理金矿员工劳资争议协调案件。金矿公司通报大量的尸体理由，是因为迟迟了钱的状况无改善，才会转型减请寡人。正式尸体的日子定伫10月20。对这件代志，金矿咖啡总部伫新闻要报警前，也未出面说明。他是灿坤的子公司没有错啦，对啦，一样在我们集团里面啦。是这样。对啊，所以因为我们集团就是统一发布消息都在台北啊，对啊，我们这边也不知道状况。另外，同款是灿坤集团的灿星旅游，最近嘛传出大规模资遣18个员工，理由是生意歹做。台南市劳工局讲，初步了解金矿咖啡未来照法律程序行，包括名单、转工费、资遣费等等。接落来进行10天的劳资助理协商会议，若劳资双方无法度达成共识，台南市劳工局才会介入处理。记者综合报道。咱来看高雄市有51年的历史的华王大饭店，昨打出公告，讲11月开始要暂停营业。因也指出讲是大环境来锁定，未来景气啥款，咱也唔知。高雄市政府统计指出讲，来高雄观光的人次比较去年同期间已经有增加到21%。不过，总是华王大饭店大房的比例依然是无甲4成。上周一车人客伫高雄盐埕区爱河边经营51档的华王大饭店，当年受到日本人客介意。不过，饭店22号向公告，11月开始停业，大厅柜台早起嘛打出声明。它一直徘徊在住房率大概3成多一些。那1到6月，他们自己也增加了。大概增加了5点多个百分比。华王是高雄第一间5星级饭店。2009年虽然曾经投入经费征收，但是市府指出，华王这2档的大房率拢无到4成。华王对外口声明指出，是顾虑大环境甲新饭店加入竞争，成本不断提高，真悬的土地租金甲看袂出景气会较好等4大因素。业界嘛表示，高雄饭店确实供应超过需求，而且愈来愈严重。供给量不断的增加。那需求量并没有很明显的成长，所以在供需失调的情况之下，经营会越来越困难。虽然市府统计目前高雄观光人数比去年同期增加21%，不过续来也阁有新饭店开业，业界对未来会烦恼。在大巴饭店以后，华王嘛已经是今年第2间停业的观光餐饮老招牌。记者王家川、郭建准高雄报道。来看新北市卫生局昨接到出产苹果生蛋这间大西洋饮料公司主动通报，讲有民众咧反映讲，买到因出品的2000cc 塑胶罐仔大罐装的苹果生蛋，罐仔挂到还未尽开，就看到内底有细粒粒的物件咧浮咧。拍算拢总有166万支的产品，上万明仔载就袂使搁店头的架仔顶摆，后个月月底进前，就要拢总回收转来工厂。
就是这款由大西洋饮料公司制造生产的2000cc 保特版装的苹果西打产品，敢若挂已经予人大封条禁止国外，因为业者前几天主动通报新北市卫生局，有民众客诉反映讲有物件铺伫咧内面，所以主动停止问题产品生产线，而且对今年3月初5到8月18制造生产的产品，拢总必须要进行有风险落架甲回收。这一次这2批，它场内有做快筛试验，看起来也疑似是酵母菌造成的。卫生局表示，业者去年就捌发生过苹果西打变质，并且验出酵母菌的事件，因为业者无主动通报，被重罚220万。想要到今年，阁发生类似的情形，消费者若是去买到这批问题产品，会当提发票，也是产品，甲原购买通路商办理退换货。按过消保官批评业者2套标准，因为苗子讲是3月到10月的批货已经拆封的产品，业者就无要办理退换货，欠缺诚意。业者他说难听点，我觉得这家业者是有点像是查到哪里退到哪里了，他只退目前查到的部分。卫生局强调讲，已经抽验共一个规格产品，检验结果10天后会出来。若是产品有变质，也是害气，会依照是安排搁开发。若是有过这批落架回收的问题产品，总共有166万元，必须要伫8月20日进行完成落架，9月底进行完成回收。记者综合报道。昨下晡伫咧中华王京海24海里遐，有一只离岸风机的工作船，规只已经起规并开始入水。船顶有40个船员徛伫甲板顶等待救援。海巡署的人员经过海面甲空中联合落去出动，将40个船员拢总有救到。一只起一边的船伫海上强要沉落去。22日下晡伫中华风景外海，一只离岸风机工作船因为船身正水，起差不多40度，人拢伫船顶等待救援。船务公司表示，因为伫这项探勘港深入海底卡掉的，10月高中无得收回来，船只因为海水海涌起一边，阁有正水现象。船顶放4条钢缆转落来，并放3个救生船，甲动力救生船备用。台中海巡队随用小船来接人。海巡署立即开设紧急应变指挥中心，指挥相关的单位应处，所有的船员均安然无伤，只是饱受了这个惊吓。那失事的现场呢，由苗栗舰持续在现场监控。经过差不多2点钟，海空联合救援船顶40个船员拢平安载到台中港，由移民署协助办理船员入境。记者综合报道。人讲是国内头一个会行会耍的美术馆，由国立一级美术馆出品的特别彩绘过的一只列车，才拄公开就引起众人议论。人讲车壳顶画石虎，看起来哪像是花吧？即马佫有标讲，这只石虎的图毋是新画，是讲买版权来用的。张透明负责设计的江明子小姐，伫 Facebook 开直播会室里。咧外滩的风景管理处嘛，补回讲，日后因咧委托厂商互相制作，定定会佫较斟酌。移动的美术馆驶伫咧一级之上，国立一级美术馆彩绘列车20日公开，先是有石虎参像花吧，尾啊，佫有使用空气热电体牵涉到清管，还佫加开钱买版权。这个数字3半暝1点外亲身出面，新认石虎的图是伊买来的。我们购买了很多的一个版本，然后我一直想要简洁的，然后跟车厢很搭的一个形式这样子，所以最后我选了这一个款式，在很多的细节上面没有把关到，然后我真的是很抱歉。直播当中，设计师承认无严格把关，拄头先对我讲是伊的设计，强调是解释了无清楚，图毋是原创，但是整体设计是团队所想的。小电视的风波伊伫直播的时阵也在3会室内接受电话访问的时表示，伊无违反创作原则，嘛无侵权行为，会室内是因为引起误解。对于不了解就是可能这个过程的人会有一些误会，那确实是我也很愿意改进我做这个决定的，所以如果说有造成社会任何的，比如说是风波或是什么的，我觉得这个是我是很抱歉的。观光局开300万的彩绘列车，拄则上路3港都话题不断。负责这个案的日月潭风景管理处表示，石虎尾图并无违反契约，但是引发种种的争议，日后会更加严格把关。我们当初也没有契约，也没有要求说所有的图像一定要原创这样子，原则上是会以修整调整的方式，这样子。
观光局表示，已经完成的2只车厢修改所产生的费用，原则上会要求厂商负责。目前调向并未调整。设计师嘛表示，修改了后的图会如期伫9月底上线。记者综合报道。咱台湾羽毛球的世界高手戴资颖，伫咧2019年羽毛球世界锦标赛女性单打16强揭幕，去对着南韩这国的高手金佳恩。戴资颖头一局虽然输对方6分，不过尾也有扳回来，抗起哩到前8强。大家真拥护的羽毛球的一哥周天成是去对着新加坡22岁少年的勇将骆家佑，因嘛是拼到第3局，伊才赢对方分啊，一生第4摆进入世界锦标赛前8强。雄雄杀球，互对手未负反应。卫冕顶头穿白衫是台湾羽球选手周天成，伫世锦赛16强比赛面对新加坡22岁选手罗建佑。周天成一开始就领先，技术暂停的时阵有11比4的优势。暂停回来，对手开始6分数，周天成稳掉的。第16比11领先的时阵，连续摕到5分，取得9点机会。对手这个发球，周天成直接拍上去，球伫界内摕到头一局。周天成以21比13抢到头一局，暗过来到第2局，对手一直跳杀，有淡薄指甲袂调，以18比21扣对手6平。两个人生涯过去唔捌有交手纪录，第摆对决就这么激烈。决胜第3局，周天成一开始嘛是落后，暗过世界排名第2周天成展现想要赢企图。这个杀球先将领先的优势讨回来，周天成发动一摆10比2的攻势，又搁将对手反攻挡落来，落尾就以21比17抢到胜利。经过3局，两个人拍65分钟，周天成才以2比1赢球，生涯第4摆取得世锦赛8强门票，约平个人上好纪录。那台湾男双廖敏顺甲苏敬恒，嘛是经过75分钟3局大战，才险险赢过第8经济丹麦，进入8强，创造两个人合作上好成绩。输8分嘛免烦恼，因为卫冕下开台湾选手戴资颖，会看的对手是9点压力。甲比赛拍到丢死，这球伫来回25摆情况之下，戴资颖甲节奏放慢，互南韩选手金佳恩未有反应。戴资颖嘛伫第2个局点摕到头一局。世界排名第2戴资颖，生涯头一摆甲世界第29金佳恩交手，第2局比赛双方互相有领先。戴资颖化解对手2个局点，而且逼出家己的赛末点。这球救了真水，互对手拍回来，拍伫球棒，抢到比赛胜利。落尾戴资颖对于2个24比22拍败金佳恩，生涯第5摆进入世锦赛8强，下一站要甲世界排名第5印度选手辛杜抢4强门票。记者综合报道。头拄啊2点半，气象局已经针对北陆风台发布风台警报、陆上的警报哦。未来到底暴风圈会安怎样行？受到外围环流的影响，各地头爱安怎样注意防护？咱做伙来听气象局上盖新的讲法。今天天气形态，早上虽然都稳定，比较闷热，不过下午以后，东半部地区和西半部地区天气形态就不一样了。就以今天高温来说，今天大部分地区高温都出现在35度甚至36度，平地目前为止出现最高气温是在嘉义36.7度的高温。气象局在今天还是持续发布高温的资讯，提醒大家留意东半部地区在夜里到明天清晨降雨会逐渐增多，当然也包括恒春半岛以及北部靠东边的地方。至于到明天白天以后，明天早上的2点到明天早上8点这一段时间，降雨的区域稍微扩展一些，在北部的有一些些微的下雨，然后在高雄、屏东、在山脉一些地方有一些些微的下雨，但早上这段时间东边的雨就开始增大。提醒大家，明天主要的降雨区域会是在整个东半部地区和嘉义以南的地区会有大雨或局部性的豪雨出现，尤其是花东地区更可能出现豪雨以上等级的降雨啊。咱再来看台北地检署侦办国安局特勤人员偷买分这条案，今日侦查已经断了。检察官以贪污治罪条例、税关稽征法这几条罪来起诉。国安局的小校吴宗宪、甲张兴家这人员拢总13名，另外有6名的被告列作原起诉的处分，各有2个被告是不起诉。
经过1个月的调查，台北地检署侦办公案诉讼案第23第一波侦查结束，关于小校吴宗宪、张兴家等人，甲华航空兵处前副总区中信协理吴桥代理组长吴传正涉嫌犯贪污罪。总府甲司法上诉，刘顺忠等人违反《社管规定法》，拢总53个人依法向起诉。另外，因何经维持小校是为官持调风等6个，是反起诉处分。关于人员张干泰、林国地是无起诉处分。不管涉案人的身份地位，本署都是依照证据依法侦办。我们会按照被告犯罪情节轻重来论处。情节越重的，处罚就越重。这个案件是总统蔡英文7月22日结束访问友邦之旅，拄回来国内无偌久。立委吴国昌特别讲，关于小校是为官，吴宗宪利用执行总统选举任务，遭受9800条的分。台北地检署成立专案小组进行调查，1个月内拢总约谈204个人，并几落摆去总统官舍边的特勤宿舍、是为社、华盛公司进行搜索调更。华航公司的黄圈珍，他在提供免税烟品的价目表给吴圈线之后，由吴圈线呢，他就发放到总统府市卫室各单位，而且他也张贴在亲友的群组。另一方面呢，华航公司的邱圈信、于圈还有黄圈珍，也对免税烟品的订购数量完全不设限。北检表示，违规机密交会方式是为马政府时代救安全开始。检方已经进行迄当时负责行政参谋吴兆武伊所牵涉的贪污等这部分，已经另案侦办。记者综合报道。来讲，苗栗县长徐耀昌，互检察官指控，伫咧头份做镇长的时阵，又放水去准一张企图证明，这是有牵涉去好着固定人，独立厂商。2013年，台北地方法院1审以独立罪判伊9档的有期徒。不过，台湾高等法院2审双案判徐耀昌无罪。总是这条案，检察官还佫会用伫上诉。苗栗县长徐耀昌被指控，伊担任头份市长的期间，未绘图证明独立厂商。2013年台北第1审以贪污治罪条例独立罪判伊9年徒刑，褫夺公权6年。23高因2审宣判，撤销原判决，改判徐耀昌无罪。原判决撤销，改判决徐耀昌无罪。对外贩售牟利，就认为头份镇公所公务员在承办的时候具有图利的认识。针对此案，徐耀昌捌真侪改表面清白，高因指出过去绘图场申请是无简单，本所场的问题较严重，有不少业者私底下卖绘图证明来趁钱。高因指出，头份镇公所迄当阵虽然同意业者申请同意进图，嘛函请苗栗县环保局以县政府的支持来办理。根据实情查核无违法的代志，袂当因为业者家己卖绘图证明趁钱。的判断公部官独立配合。今天能够还我一个清白啊！说实在的，我们没见过米沙，没有去拿人1毛钱，更没有去跟人家喝过花酒，吃过一顿饭。把事实都讲得很清楚，包括县长本人，包括律师团的成员。那我们认为合议庭的法官有听到了我们的心声，他们也根据相关的事实做了一个正确的判决。徐耀昌的辩护律师表示，只该提出更较详细新事证，证明这个案件的头份镇公所公务人员无涉及贪污独立。徐耀昌甲县长的职务保调咧，检察官会当搁上诉。记者综合报道。新闻点心档，咱来讲鹿港旧地名或者鹿仔港。清朝时代是台湾对长山贸易往来主要的港口。鹿港镇公所特别邀请在地按国校到高中的学生囡仔，做伙制作7只全新透明、旗骨5彩竹排仔船。这7只船即马伫咧鹿港高中的游泳池放落水底。镇公所就是要互少年辈了解先民先祖安怎用这款竹排仔来打拼出鹿港地车赢的名声。坐伫透明船身5彩亮骨的船顶，学生啊豆豆啊过船，体验鹿港较早靠船啊往来做生理的生活。这船啊是差不多100个鹿港在地国小到高中学生做伙合作所造起来的。祖传可以知道以前人的祖传辛苦，所以我觉得很好玩。这个活动真的非常有趣，然后可以让我知道龙舟以及那些船是怎么制造的。学生伫鹿港高中的游泳池过船，坐伫家己做的船顶，互人感觉特别有成就感。这7只船啊，互即卖学生对鹿港较早的故事有更较深的体会。透过先民的努力，造今啊这个风华2路啊，咱早期的先民
啊，就是靠这鱼排啊，靠这船啊，把咱这货物伊传送到起来陆地，再发送到各地。电工所工程来举办，尤其会当互这个咱在小朋友能够认知咱鹿港的在地鹿港的文化。鹿港较早叫做鹿仔港，伫清治的时期是台湾对长山贸易上大的港口。虽然鹿港即摆已经毋是重要的贸易港口。人讲一府二鹿3万架风华游船，说明是安怎打拼过来的。这边为造船到购船的陆上行舟，透过实际体验来传承在地历史。记者综合报道。台语艺术水阁好，各种解说你参考，解文说字。鹿港，咱敢若听鹿港镇长咧讲话，咱嘛知影鹿港人讲话无相共，这民间一句俗语啦。讲话吼，都甲别人都无相共。啊，鹿港腔表示讲一种鹿港人出外的亲切感。论真讲啦，事实真侪所在拢有腔口，毋是干那鹿港有啊。毋过咱在庄，咱袂感觉讲咱有腔口，都爱出外去甲别人比较了，才知影讲原来台南人讲话就是有腔，鹿港人讲话有鹿港在地的腔，宜兰人嘛有宜兰的腔，尤其宜兰人咧讲酸酸软软。咧讲分书，即个话听着拢感觉真亲切感，所以腔口是相对等的。你毋通讲咱庄头咧讲话拢无腔，人外围的人才有腔。事实吼，逐位互相比较起来拢有腔啦。毋过国政啊，今日要甲你讲的是鹿港几句历史上的俗语，因为头拄啊，咱听着讲鹿港正发展，鹿港早前读册人侪，做生意大头路的人，开店的人嘛侪，所以有一句俗语讲：比目算上贯穿。即句贯穿，台湾话咧讲是讲真尊重，讲或者真贯穿。笔目算，就是讲咱毋是读书的，无就做生意的。做生意的人本来就是爱捌算搁捌治。啊，因为鹿港店头济，所以另外嘛有一句俗语话，即句就小可咧拍大梁，咧讲口说啊。安怎样讲呢？讲由布店入去，啊按盐管出来。啥做由布店入去，按盐管出来？因为永早的布吼。咧摸啊，无像即马讲，即个现代布，金骨啊金骨，较早无论长还是短，咧摸拢安尼涩涩啦。所以布店入去就是涩涩的意思。按盐管出来，规间盐管拢嘛咸的呢。即句话就是咧讲人吼咸搁涩，意思讲较小气。12月天困厝顶，这一句日起来话，讲互煞当生啦。啊，讲到遮，国政我哪想到一条四句联。迄就是咧讲家己的爱人啊，比较别人咸搁涩。第一句讲人的阿哥咧开店，第二句讲阮的阿哥咧卖盐。啊，即两句有啥无共？就是讲头路无相共尔。毋过要紧是后壁第三句甲第四句，讲人的阿哥咧开店，阮的阿哥咧卖盐。一边摕钱，一边念，盐管的钱有较咸。这就是咧讲吼，所爱的翁婿。逐摆若要甲摕一个家庭用途，就安尼黏啦，就安尼咸啦。另外，又讲过一句俗语话，我若真值得讲，互大家做参考。讲西窗仔边，假鼓仔赢。即句就是讲，本来好野人囝到落尾了尾，到落尾愈活愈困难。啊，毋过原来要结歹头，要结孤显赢。孤显赢，咱知影讲伫日本时代，议论纷纷，对伊的批评看法无相共。赞成伊的人认同伊所讲的话，讲咱即款人，就爱做太平时代的狗，毋通做乱世的人。反对伊的人，原来用俗语话甲痞相，讲高显英要比甘地，就是印度要对抗英国迄个不合作运动的领袖甘地。高显英比甘地，就是韩志谦比鱼翅。总讲一句啦，因为立场无相共，所以民间乱流传一句俗语，讲你毋是高显英，我毋是廖添丁啦。大家毋免吵嘴，我是好意要甲你斟，毋是要甲你加啦。啊，讲到这，咱赶紧来看，另外伫咧南投日月潭遮，啊，阁有一条新闻，原来是在地甲外来比较的新闻。日月潭遮有一种外来种的鱼仔，在地人拢讲做鱼仔好，意思就是讲，毋若干那会食别款鱼仔尔，迄连讨海人的鱼网啊，都互伊硬甲破去。即几年有渔民发觉讲，鱼仔好那像愈来愈济，嘛望讲主管机关当着爱重视即阵问题。冰静的日月潭汹汹出现了大片的水影，刷来都有鱼仔浮出水面。往近一看，鱼仔敢若剩半截，伫遐窜咧窜咧，看起来是袂活咯。
原来凶手就是这几只乌麻麻阁真大只的鱼虎。外来种的鱼虎伫日月潭已经有10多吨，因为这款鱼仔适合伫温度悬的所在繁殖。即马日月潭的鱼虎愈来愈多，嘛愈来愈大只，有时阵连鱼面的鱼网啊，拢会互伊夹破。我在日月潭就曾经发现一条大头人哦，最少4斤呐，被咬剩下半截，剩下头。现在的鱼虎啊，大部分都有分布了，但是都是做点状的分布了。日月潭的鱼虎大量出现，专家来表示，可能是气候反常、温度伤悬造成。另外，渔民嘛怀疑有人凊彩来放生，会互鱼虎一直来增加。把日月潭当成大的鱼缸来放了，实在真的是要不得了，任意放生啊！专家提醒，县政府要较紧来抓鱼虎，因为若是鱼虎生伤济，就会来破坏日月潭的生态。记者综合报道。彰化鹿港南投日月潭公园，咱换来讲森林古坑。森林古坑这2年前有将一搭已经废弃无咧用的厝改造做社区关怀根据点，佮特别聘请社区规划师来设计，用欧洲式建筑的风格，即马得到全国性建筑的大奖，佮是咱在地观光大家真注目的奇卡新的地点。厝世界景啊，看起来高级高级，这间家厝啊，最近伫森林古坑真受欢迎。特殊的建筑设计，唔但可以摕到全国性建筑园野奖，更是古坑社区的关怀据点。当时这个间房子它是很破旧，而且它是矮平房。那矮平房我们要去把它改造成是很可爱、很亲近人。我们这边整个的风格都是偏向欧洲乡村风。因为古坑社区无活动中心，要进行社区营造比较困难。社区规划师就将这个所在做起来，用来做社区发展的工作。自从有了这个古坑客厅以后，我们就希望说能够把这个现有的场地能够做多方面好的一些服务。所以我们除了有每天的照顾关怀据点活动，一些失智预防的课程以外，我们今年从6月份开始，我们就增加了长青食堂。虽然古坑社区的关怀据点即阵只成立2年的时间，不过大家来这食饭的时段已经有50个固定班底啊。社区据点的成立，唔但让当地民众受惠，佮真做观光客想济要来翕相的景点。记者综合报道。咱来讲南投草屯镇安府的朱贤会，因为伫玉峰里遮担当一位关怀老大人的根据点来经营，因邀请先生来甲分画，啥做分画？正正就是无用手画，用个分的，要刺激老大人振动头壳。咱来看卖。将画图纸顶悬的目接豆豆啊分互开，长辈学做画，感觉真心实。啊，毋捌字啦，嘛袂晓画图啦。啊，算讲老师甲咱教，啊，算安尼用安尼简单的繡安尼，嘛感觉袂歹看啦。用分的吼，甲用繡的，这回像这手啊机用分的，出鱼啦。教分画的老师伫咧美国生活30多年，退休回来台湾，伫咧南投草屯玉峰社区教分画，希望长辈有无同的艺术刺激甲创作经验。颜色先吹成树干，然后再加上彩色的颜色变成樱花，让它接触不同的那个媒材。都会当翕，对。老师上的课程很像是幼稚园小孩子上课的一些题材，那我觉得在运用在老人身上的时候，会有呈现非常不同多的风格，然后我觉得他们都很开心，回去把它裱框起来这样子。南投草屯镇安府朱贤会成立关怀据点5个月啊，希望透过静态甲动态的活动，刺激长辈大脑思考，也训练协调性，让长辈每一天拢有无同的色彩。记者综合报道。咱来讲，排湾族原住民有一款传统，用个片啊，用个喙分的片啊，口片片啊，大多数拢是顺演奏尔。毋过这回，毋但配合现代舞，佮结合各路地人才，按庄头内底的青年，到国家级的口片片啊的艺术科群众，大家做伙合作，就是要传承这项真有代表性的文化财产。
片仔写真水、甲动画和现代舞甲做伙，将做是台湾族的艺术世界。这场乐舞剧和英国靠片的顺演奏的方式无同，让观众真深切的新感受。导演表示，用这方式要甲部落的故事、族人的生活经验搬上舞台。鼻笛、口笛这样的一个优美的传统艺术呢，我要呈现的是部落的生命经验故事，如何跟口鼻笛能够很生活化的去呈现。台湾族传统靠片笛的文化特别消失去啊！这摆演出讲靠片笛的传说甲复兴的过程，几那代人才为部落青年到国家级的靠片笛传艺赛考群众拢做伙合作，用实际的表演，让这项将有代表性的无形文化资产传落去。透过这一次参与演出，让我们知道，因为它背后有爱情的故事，也有兄弟俩的故事。这次的独舞当中，听到鼻笛跟口笛的音乐，也是我身为排湾族，然后也是很少听到的音乐。一摆的演出，甲新旧两个时代合做伙，希望会当吸引少年人、老大人来认捌台湾族靠片笛的艺术，让这项古早的传统乐声，伫现代会当继续流传落去。记者综合报道。国际上要紧，香港反送中，咱继续来关心。香港警方昨表明讲，早日暗占领元朗电车站这站行动，因为抓2个人起来。另外，昨透暝嘛有未少人汇集伫咧香港电车的规防站，因要用无合作的运动，要求香港铁路公司要交代8月13日用阮警方伫咧站内放催泪弹这件代志，一直到深更，证人才渐渐四散。一名挂车的人，22半暝来到港铁规防站，有人将门卡掉的，好乘客会当免费出入；有人提伞将掠机扎起来，或者是用镭射光照车站的控制室。这场运动诉求港铁高层爱回应，为啥要第13号警方伫站内放催泪弹？警方接到消息了后来处理。暗个小行动到23半暝才结束，留来做饼，该有人来清理。警方嘛要去调查搜证。啊，那伫21暗时，部分示威者占领元朗地铁，为真济变作甲警方对立的行动中，警方证实使用催泪水、甲一粒笑脸枪支，阁有2个人叫因抓起来。During the operation, we arrested 2 males, one aged 27 and the other 36 years old, for unlawful assembly in Yuen Long last night. 针对721元朗被3人攻击事件，警方嘛伫记者会说明，会以暴动罪起诉48岁甲54岁男子。另外，外国媒体嘛伫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问讲，海外华侨支持港府港警的爱国活动，受不受到中国单位的操控？警方用反文回应：最大的期待就是要维护香港的繁荣和稳定，这是14亿中国人的共同的意志。你觉得14亿人的意志是可以组织和操控起来的吗？针对英国驻香港领事馆员工Simon Chan车牌失联，20日证实伫深圳向行政拘留。中国官方媒体《环球时报》以独家消息报道，讲 Simon 伫中国涉嫌开查某，讲警方是根据伊请求才无通报。由 Simon 亲戚朋友所成立的民事专业回应讲，向开查某继续当作笑话。反送中行动继续进行，23也就是今仔日会有会计界游行、港铁团联甲基督徒集会。啊，那拜来关东集会甲游行已经取得警方发出无反对通知书。啊，不过游行队伍无向温顺经过关东道。下礼拜，阁有西部大楼真侪抗议，甲民定主办的游行到中联办定行动。记者综合报道。咱昨有报道讲，埃莫让热带树拿，因为有未算的快的树啊，挺好交换出全世界1/5的送数来帮助人类，嘛互人称呼作地球的细胞。树拿内底连续一再发生火烧，已经引起国际社会真重视。G7 七大工业国的高峰会内底，主办国法国总统马克龙伊就提议讲，爱将这站列作高峰会上届要紧的议题来讨论。不过巴西的总统是真反对。画面中看到是巴西第一大城圣保罗，19下晡4点左右进行。警方将2700公里远的亚马逊雨林、火烧山的乌烟吹到圣保罗天顶，规城市拢是乌索索。差不多1点钟，巴西国家太空研究院 INPE 的资料显示，
今年1月以来，巴西亚马逊雨林发生74155件火灾，比去年同期增加85%。IPNE 的资讯看价格证实，火灾有99%拢是人造成的。右派有巴西川普名副总统波索纳洛上台了后，一切向前看，将原本受保护的雨林开放给商业使用。不管亚马逊雨林对吸收地球利用化碳重要性，火灾发生了后，波索纳洛在无确定证据情形之下，就指控是国内一寡非政府组织 NGO 放的火。是为了因的经费来源无够咯。22日8日，亚洲首府萨尔瓦多市举行拉丁美洲加加勒比海气候周活动，巴西环境部长发表谈话，呼叫 NGO 团体大声抗议。A violência para o meio ambiente está muito, tenho nem palavra para dizer, mas está muito intensa. Então a gente vê a liberação indiscriminada de agrotóxico, a gente vê as queimadas e a gente vê uma falta de posicionamento do governo que é muito grande e é muito preocupante, né? 法国总统马克宏22日在推特以咱的速度火为题发文，讲相信地球20%氧气亚马逊这场火灾，并提议礼拜六礼拜召开 G7 7大工业国高峰会，将这个做第一个爱讨论议题。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嘛对此表达关心，不过遭到波索纳洛批评是一种错误的实民主义者思想，理由是甲这件代志相关的区域国家拢无出席。记者综合报道。来讲，澳洲有一间人家厝，厝顶的天棚，逐工都有芳咧耳的声。厝主时到日到，感觉讲总是着爱赶紧甲遮个芳仔树来清耳塞啊，袂用咧逐工安尼互搅扰。尾也请饲芳的专家将天棚撬开，竟然发觉讲内底有6万只的芳，芳仔树重达50公斤。规个过程拍起到网络即支影片，咱做伙来看卖。饲芳专家保罗伍德一拍开天棚，发现内面布满一顶搁一顶的芳树，而且搁有真侪芳伫咧食。Laurel called me and said, "I've got some bees in my ceiling," and she wasn't disturbed by them at all. She was very comfortable with the bees in her house, but she realised they probably should be moved. 伍德真细致将这个芳树一片一片留落来，并且将芳轻轻吸走。In 10 months, they built an awful lot of comb. They also sucked into that cavity 50 kilos of honey. They bred up the numbers to about 50 or 60,000 bees in that time. 这段影片传去到社会媒体了后，大家拢对这个一丛一丛这么大粒的芳树感觉真不可思议。When bees swarm every springtime, that's their reproduction. And if they can't find a natural hollow tree as a new home, they quite often go into the cavity walls of houses or ceilings of houses. 伍德将大芳树刷除了后，连芳做伙搬去因厝里的后院。不过这只是暂时的，接下来会和这个芳再度搬厝，请饲芳的场也是饲芳人士来接手。记者综合报道。来讲，美国参中国的贸易战到即当阵也未休困。中国华为科技因嘛拍拼伫咧争取，伫加拿大互掠去因这间公司的前任的财务长孟晚舟，唔通互引渡去美国受审判。美国国务卿蓬佩奥伊也强调讲，孟晚舟互掠阁有敢要引渡去美国，这拢是司法问题，袂用咧当作中国参与美国贸易谈判的交换条件。You asked if it was a bargaining chip. It is a legal process by the 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Justice designed to bring someone who we believe we have sufficient information to bring back to the United States under the agreements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and Canada. 77岁的华为科技前财务长孟晚舟是创办人任正非的查某囝，伊和美国方面指控协助伊朗回避国际制裁。伫咧去年12月初1，伫温哥华和加拿大警方逮捕。美中两国目前当伫咧紧张的贸易争端当中，美国总统川普前几天嘛伫咧推特发文，讲只要对达成对美国有利的协议有帮助，不排除任何可能。外界因为安尼联想到美国是毋是会将孟晚舟的案当作是谈判的本钱？
另外，地面晚州和加拿大逮捕了后，中国嘛随以间谍等罪名逮捕2名加拿大公民，包括前外交官孔明凯和新理人斯帕夫，被认为是中国挑故意的报复行动。蓬佩奥和加拿大外交部长彭惠南面对记者询问的时阵，拢强调讲，一个是司法案件，一个是人道问题，袂当合作伙讲。Your question took the Chinese line. Your question connected these two things. These are deeply different. The arbitrary detention of 2 Canadian citizens in China is fundamentally different as a human rights matter, as a rule of law matter. These are fundamentally different matters than the Canadian decision to use their due process and the rule of law. 台湾州目前由加拿大软禁伫咧大个所在，等待9月展开的引渡官司听证。记者综合报道。风台要到位，咱更加爱关心各地头详细温度的变化。北部地区上低30度，上悬36度；中部上低29度，上悬32度；南部上低29度，上悬34度；东部上低30度，上悬35度。感谢你收看《公视台语台》下晡新闻，我是郭国清。后礼拜一同这个时间咱再会，多谢你。